主后2024年7月初10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因着信。圣经希伯来书11章29、31节，对信。摩西出世以后，伊的爸母看到婴仔清秀，毋惊王的命令，将伊藏3个日久。对信。摩西长大以后，旧族人甲伊称作埃及公主的囝。较爱甲上帝的百姓同受苦难，无爱享受最终一时仔久的快乐。伊看为着基督受凌辱，比埃及的财宝较宝贵，因为伊仰望将来的报赏。对信。摩西毋惊王会受气，离开埃及。伊坚持到底，因为伊有看见人看袂到的上帝。对信。摩西昔日搬过节，吩咐着休会伫2年，才袂互查某者磕着以色列人的大囝。对信。以色列人过红海，亲像得行大地，埃及人嘛想要过，煞互水淹死。对信。以色列人说耶利哥城7日，城墙就倒落去。对信。枪击拉合亲切接待侦探，所以无甲遐个毋顺服上帝的人做伙灭亡。因着信。摩西的信心表现，在伫伊的眼光注视着将来的赏赐。摩西虽有埃及公主之子的地位，但是这个身份享受的一切待遇，却是对埃及人压迫伊的同胞来的。所以，摩西因着信心拒绝，搁再受称作是埃及公主之子。摩西甲伊和上帝的子民同受苦，看作是为弥赛亚受凌辱，因为摩西甲基督同款，拢毋愿伫罪恶中享受欢乐。摩西无甲伊的注意力放伫目前的苦难和凌辱，反倒是主要伫将来的奖赏。这奖赏是对上帝来的，是摩西甲上帝的子民认同佮受苦所得的奖赏。拄亲像以色列族长因所渴慕的，拢是伫天顶佮较美好的家乡。因为安尼，摩西所仰望的奖赏，到尾也是通踮伫迄座有根基的上帝城邑中，甲伊相交陪。基督的福音一直是善车人、受苦者和受压迫者的福音。每座野地的牧羊人、牧场家庭，拢有标弥赛亚降临世界所要传达的福音。对主耶稣所讲的财主甲猎杀路的比喻，山羊甲绵羊的比喻，通发现安怎善待咱周遭的边缘人，对善车者同理，拄是伫实践疼人亲像家己这个重要的诫命。主邀请所有边缘人入来到伊永恒的应允，也贪爱世界的人讲话，爱因放弃追求俗世享乐和站踮伫别人头壳顶白顶面的价值观，反倒爱背起十字架，追求永恒属天的价值。伫对事礼拜中，常常会听到一首诗歌，相约伫主呢，因为这首歌经常出现伫告别式的中间，因为安尼有一寡人真忌讳伫平常时唱这首歌。虽想
咱无应该忌讳，反倒当着爱伫平常时就来唱。个别礼拜的意义，可能甲咱想的拄好相反，毋是忧愁，是永生上帝要来灭绝死亡，甲人带入国活的永恒荣耀。相约伫主年的作者创作这首诗歌，并是为着要互咱伫个别礼拜的时唱。作者写作的背景是朋友之间要相识，依依不舍。作者因为毋知要到第时，以后才会当搁甲这个捌相互相陪伴、扶持、鼓励，和彼此相疼的基督徒朋友见面。想到要和这个好朋友离别了后，检采这世人就搁再学得见面，袂禁得感觉忧愁。就伫伊艰苦心的时，圣神感动伊写出这首诗歌。伫个别礼拜的场景，离别的心情也是同款的，所以真侪基督徒朋友和厝内人介意伫个别礼拜中唱这首歌。咱确实有一个永恒的愿望，就是相约伫主年。每当我听到这首诗歌，常常忍袂住流目屎。毋过，甲离别的感伤相比，搁较济是有通伫主年搁再重逢的愿望。默想，我是毋是用信心的眼光看见？眼前的苦难有上帝准备的奖赏，搁用行动回应伊的呼召。我是毋是用信心的眼光看见眼前的苦难有上帝准备的奖赏，搁用行动回应伊的呼召？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，虽然我的目睭看袂到你，我还要找求你的旨意，成就伫我的心上，通好，互我用信心顺服你，经历你的奇妙作为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所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